做样系高雄市区建村青岛嘅一只区，如形成嘅匹配嘅生活饮食方式。记者嘅头摆有一只本海军抢银客嘅海港俱乐部，是系做样青老热嘅位所。谈论事态改变，俱乐部已经年没落嘅，一直到年头有鸟仔同记者嘅大操作做重阳期，可以用实插来做主题嘅书店。同时设计嘅书作到翻作安尼嘅美托共同，请作者去讲演，还个有料理人同书底部写到嘅美食，转化做翻作风嘅料理，安尼实插同文化嘅体验，如还个立体清楚嘅。海军俱乐部是喺美军1969创立嘅所在，未係按照海軍搶人施救嘅地方。等等環境改變，俱樂部冇乜嘅人氣嘅，竟然有業者如團也改操作做重人氣，係一個有人文又有藝術又有好行料嘅位所，展現出高雄做人也能有嘅文化意象。那目前这个书店的空间呢，当时是美军的酒吧交易的这个空间。那后面由国军接手之后变成是这个军官的电影院，叫做实践堂。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电影院的入口。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楼梯的两边有这个单号跟双号的入口，还包含这个陶板画，其实都是当时电影院所留下来的一些设施跟空间。屯路屋嘅好好利用，也靠書店最屯人無共用嘅素材，係所有嘅書如屯實插有關係。特產嘅書店還會拍美食共同，用書作都是翻作嘅概念，請來寫書嘅作者，無求文化工作者來講嘢，未為朝為做書嘅人，屯書都烘嘅好滋味，做出是翻作烘嘅好料理。那食物它同时代表了产业，也代表了我们生活的文化，所以我们透过书这样子的媒介希望能够将食物跟环境的议题、跟文化的议题，能够以这个书的媒介来展开，甚至走出书店、走出书桌，去到餐桌上，实际的把这个饮食的文化的体验让它丰富，让它立体。我们是一定住在半山腰，住在山上，就住在那个山丘跟平原的接缝处。人人美食共同，前面桂苗林南莊家鄉嘅後生嘅後生比起，對唔觸了台灣年少當中講到嘅體驗同生活，來看台三線亞洲嘅族群同生涯嘅歷史關係。是日本人來了以後，才把它改造成經濟作物。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人他要發動戰爭，他需要維他命 C。整個它滿洲國從下雪的滿洲國歐美，然後到就永遠沒有下雪的赤道的印尼，這一帶的好幾億人口全部是台灣的居民。講到對首都巷嘅歷史背景生涯，講到見台三線巷客家莊嘅變化，其實也同後生比現時喺南莊推動嘅農村復興關有關係。也就係講，同客家莊本單就有嘅元素拿出來，再個轉化出新時代嘅意義。古早重點係轉化，所以講你啊台三線地方以前有乜嘅東西，你啊都新嘅時代嘅時節用嚟轉化過去，古早你做安樣嘅事情，所以講有做了因為佢有寫其他寫動到算自傳嘅東西，自傳，古早佢童年嘅回憶算起來都快80年前、90年前嘅，那就是這個就係以前蠻有工業蠻有太上市嘅時節種下真客家嘅神法很用版，古早嘅那個元素們把它提煉出來、請出來，主要就係茶啦、乾的鹽啊、還有啲嘅鍋啦、咁樣嘅東西。不過你做請一個新嘅表達嘅方式。做下位工作人員囤切好嘅長菜拿來擺到講，再靠連鐵子嘅銅鋼絲就將前菜沙拉就準備好嘅。沙拉醬用嘅原料就係唔出流速度烘講到嘅咁嘅。如何去延長它的保存期限，是我們在面臨的問題。那後來我們就想到了可以搭配這個桶干醋。用米嘅粉團鴨卵做出來嘅米鬆餅，嗰種熱吃到怪新鮮。
因为它就是可能用台湾本土的，就是这样子种植出来的稻米，然后做成的那个松饼，然后中西文化的那种对比跟冲击，我觉得它吃起来又跟一般的西式松饼不一样。汉堡菇原片汤用客人接送度嘅鹹淡落去前做主角，種食材是用食嘅食法，按你傳統嘅滋味也有嘅全新嘅感受。它煮起来，它漂浮在汤里面的时候，其实就像天上的云朵啊，是这样一片一片的，所以它就称为云片汤。我们今天是添加了杏鲍菇，杏鲍菇有先煎过，再去跟云片一起熬煮，它可以去吸收云片的汤汁，也增添了这道汤品的口感。杏鲍菇云片汤，这个就真的让我想到我以前我阿公他们真的是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就是我原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白萝卜它是晒过的，它是切片去晒的。我说以前怎么会有这个技术去把那个很自然的味道就提出来？因为就太阳的味道，很棒。特片菜都該其靠為團唔速調速度康講到嘅背景結合起來，按你去參加嘅民族，就是都韓國有塵土，韓國有米西。講到很多就是關於客家文化，然後所以就會比較感受到那種本土性。对，然后在吃这些饭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回归于田园淳朴的感觉。我觉得每一个食物，包括它食材的来源啊，然后还有它背后的历史故事，还有产业的变化，我觉得吃起来特别有味道。一般你去到书店，你只会看到平面的文字，顶多参加一些讲座，都是比较单向的。那一般去到餐厅，你可能会吃到餐点，会觉得这个餐点是美味的，可是不一定听得到这个食物背后的故事，或是它甚至它的文化的背景等等。那我们把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等于是让这个食物的体验它是一个完整的。唔速調嘅經典太好小說，係講田中下嘅背景，留下為時代嘅見證，也下用書帶出結從米西嘅講錯，大幫社會團隊米西嘅感覺，為本現代人來上看咯，客家中一定採貼米西，就為行客地好下田中嘅文化同環境。基本嘅公文上下連橋，其實冇農村嘅計法，你冇按用嘅經驗，你完全唔知佢寫乜嘅東西，佢係完全農村嘅東西出發嘅。故所保持啊用嘅環境，真有辦法幫台灣人、台灣嘅下一代有機會去了解，還有去接群用以前嘅大師寫嘅作品。吼，像按用嘅經驗也係德國啦，還是各種先進國家佢哋嘅做法嘛。其實做辦法保持農村嘅場景，其實係因為以前他們16、17世紀浪漫派詩人都在寫這些場景啊，你按用嘅東西你冇傳下來，東西根本都看唔上嘛。一場講錯韓國傳飛，我去參加嘅民眾對蘇州都是翻咗，對三寸後蓮韓記得嘅米西，都相關幅度嘅感受，我來了解歷史嘅改變、產業嘅發展同退步，我用實嘅文化來詳述，也往土地上有關山拿嘅故。